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7节，33节到37节，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11节，罗马书第2章17节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律法。最近我们都谈到了马丁路德改教的主要教义因信称义。保罗强调因信称义是因为法利赛人太过分强调行为，并且主张行为就可以得救。保罗的主张在罗马书第3章23节到27节。因为人人都犯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然而上帝白白地赐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他们，使他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。上帝不惜牺牲耶稣，以他为赎罪祭，借着他的死，使人由于信而蒙赦罪。上帝这样做是要显明自己的公义，因为他忍耐宽容人过去的罪，但是在这个时刻，他以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，这样上帝显示了他自己是公义的，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。那么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呢？一点都没有。基于什么理由呢？是由于遵守法律吗？不是，是由于信。如果按照马丁路德所坚持的因信称义，完全不能讲到行为，这么样的看法，他就会认为雅各书是没有价值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看法是完全成立的时候，那么圣经里面只要提到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律法诫命，就必蒙福，就好像是不能被接受的。因为遵守律法其实就是一种行为，而雅各书所强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称义之后的义行。换句话说，因信称义之后，如果没有相称的行为，那个被称义的信就是死的。这是雅各书的立场与主张。律法是为了执行而存在，律法是为了遵守而设立。律法是因为人们呢通常都是违背了规范，然后就产生了律法。律法坦白来说，就是一种以行为作为要求基础的事情。人们必须要去遵守律法的规范。约书亚记接续了摩西成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，在约书亚记讲得非常清楚，民数记也讲得清楚。那他们预备好要进入迦南地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跟以色列人民都必须要宣认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律法。约书亚记第1章这样告诉我们：上主的仆人摩西死后，上主对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准备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到我要赐给他们的土地去，照着我应许摩西的，你们走过的地方，
我都要赐给你们。你们的疆界要从南边的沙漠伸展到北边的黎巴嫩山脉，从东边的幼发拉底河经过赫人的国土，到西边的地中海。约书亚，在你有生之日，没有人能够打败你。我要与你同在，像我与摩西同在一样。我绝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你要坚强，要勇敢，因为要率领人民去征服我许诺给他们祖先的土地。只要你坚强，非常勇敢，切实遵行我仆人摩西给你们全部的律法，不偏左，不偏右，你将无往不利。你要常常诵念，日夜研读这法律书，使你能够遵守书上所写一切的话，这样你就会成功，事事顺利。你要记得我的命令，要坚强，要勇敢，不要怕，不沮丧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，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与你同在。上帝答应约书亚，要他不需要害怕，只需要刚强壮胆。但同时，上帝要求约书亚必须带领以色列人遵守书上所写一切的话，并且坚强，要非常的勇敢。我们再看一次第7节到第9节的记载，他这样说道：只要你坚强，非常勇敢，切实遵行我仆人摩西给你全部的律法，不偏左，不偏右，你将无往不利。你要常常诵念，日夜研读这法律书，使你能够遵守书上所写一切的话，这样你就会成功，事事顺利。你要记住我的命令，要坚强，要勇敢，不害怕，不沮丧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，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与你同在。如果以色列人能够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律法，那么他们就已经是预备好要进入应许之地，领受上帝的赐福了。另外一方面来看，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越来越亲近上帝，绝非用来夸口自己。律法是为了好让我们明白是非对错，并且明白上帝的道路、方向、准则，以及上帝的旨意，不是一种让人受到限制的规范，更不是得救唯一的条件。保罗这样的论到律法，那么你要怎样呢？你是称为犹太人，依靠律法，又夸口你跟上帝有特殊的关系，你已经接受律法的熏陶，知道上帝的旨意，也能够辨别是非。你自以为是盲人的向导，是黑暗中之人的亮光，是无知之人的指导，又是年轻人的老师。你又认为因为自己有摩西的法律，你就掌握了知识和真理。你教导别人，为什么不教导自己呢？你叫人不可偷窃，自己却偷窃。你说不可奸淫，自己奸淫吗？你憎恨偶像，你自己盗取寺庙里的东西吗？你夸口你有上帝的法律，你有没有破坏上帝的法律而羞辱了他？
圣经上说，为了你们犹太人的缘故，上帝的名受到外邦人的侮辱。如果你们遵守法律，你的割礼就有价值。你违反法律，你的割礼就一点作用都没有。这样看来，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，若遵守法律的命令，上帝岂不把他当作受过割礼的人吗？你们犹太人要被外邦人定罪，因为你们虽然拥有法律的经典，也受了割礼，可是你们破坏了法律。他们纵使身体上没有受割礼，却遵守法律。其实谁才算是真犹太人？真受割礼的人呢？并不是在外表上做犹太人，接受过身体上的割礼的。真犹太人是从内心开始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心里受的割礼是上帝的灵的工作，而不是借着法律经典。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是不是从人而来，而是从上帝而来。基督徒应当完全的执行律法的规范，从心里来做是得救必要的条件，但是不能将它看为唯一得救的途径。求主帮助我们活出诫命律法的生命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7节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所救赎的人要重述这颂赞。他救你脱离仇敌的手，从东西南北，从各国把你们领回来。有些人迷失在人烟绝迹的旷野，找不到路好往可居住的城邑，他们又饥又渴，一切希望都断绝了。在急难中，他们求告上主，他救他们脱离祸患，他带领他们走直路，直到可居住的城邑。33节到37节，上主使江河变为旱地，塞住了泉水的涌流，他使肥沃的土地变为荒芜炎地，因为住在那里的人邪恶。他使沙漠变为池塘，使干旱之地有了泉水。他使饥饿的人定居在那里，建造了一座可居住的城邑。他们播种土地，栽种葡萄，得到了丰盛的收获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得救的生命，赐下的法律规范来帮助我们。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诫命律法的生命，不要受到律法的钳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